好啦，乡亲朋友们聊过哦，上到了节目当中咧，吼，今日为大家来绍介到了高自动贴片咯，无法讲吼，头先讲到了下吼，全部系一啲翻台歌机吼，到了中无法讲的安好嘅经验，了到经验上吼，唔系啥啥都有咧，头先提到嘅吼，一个贤公冲贤呐吼，你讲冲贤系农民嘅好朋友咧吼，咪系一啲了解染毒啊、冻好嘅已经讲到。西欧啊，吼，来到了已经讲到，就系一张已经讲生态从嘛吼。不过，从因对了个冲贤来讲，吼，贤公来讲哦，咱台讲有特别嘅一只故事呀，冇形容嘅一个感受。可是我通言就係講種係種人啊，嚇，一天就要衝賢啦。你講人家衝賢做得到，冇衝賢，係嗰啲都係奶啊。都叫窒氣嚇，係窒氣，空氣會，去空氣去落去。你講奶我有個鬆鬆嘛？cái衝賢啊，頭日這地圖轉來轉去啊。第二農民從而用農機打天，差唔多未啱作用啊。cái地圖跟那條都狂嘅，其實頭日這個轉，然後奶轉不記會鬆啊，空氣會落去。對了出不。空氣落去，本來全部是空氣啊，一落去是將會落去得啦嚇。但至於講係乜嘢小故事，我本人雖然係做農嘅，而沙先進啦嚇，衝嘢我當家，嚇，都係在係衝嘢，看到我唔敢做機嚇。係啊，唔夠標記係，但是我看到衝嘢我當歡喜嘅，表示我係染毒啊，清楚係冇用農藥，佢嘅衝嘢將會繁殖很多出來啊，對衝嘢呢個東西啊，係我哋農民啊，你係只當好嘅，佢應該係算衝類啦嚇。安樣見頭，所以你一直講到啊衝賢來講，雖然講到會降機下，咁嗰啲對一個染指係當好嘅。跳躍呀！好，講到兩位呢嗬，你頭先其實鄉親朋友啊，見看你嘅天時嘅方面時節嗬，你講嗬，你都係咪有發現到嗬，即係泰國啊，啲翻泰國嘅染地擺度，哇，啲天奶嗬，哎呀，唱悠悠啊呢，你想要種一草香。嘅用啊，嗬，因為貼片用種那個草到 Andy 嘅馬蹄尖，哦，你係 Andy 嘅種嘅植物，唔係草啦，嗬，係種係 Andy 草片嘅草麼？誒，有未算都係草類，未算係草類嗬，也是 Andy 你個按照馬蹄尖，黑尾有貼片嘅名麼？黑髮按照應該臘嘅草，哦，黑尾就按照臘嘅草，嗬，Andy 你係看到你啊，真件事係。凍醬咧，所以看下過去是愛用搶油油啊！你幾下有冇想話攞種咧？當初我要做㗎嗬，cái個人廠鹽水啊，係，啲鹽水嘅奶係10個人去做些落去啊，個奶雲南啊，係，吊雲南，很係好甜，呢度嘅灶鐵好甜叫風一吹有奶粉啊。奶粉亦污下過係都好渣啊，佢會污染到啊，奶粉會吹到啊，所以我自己會啲2點啊，我自己想用白煙來放棄呢一個雲南，用是奶粉啊，奶粉嚇，結果啊到會種成喺會窗下發現到嘅馬蹄尖，發現翻太過咪。觀察力哦，當強呢，你當我去看嘢都生發到嘅東西，看做在哪裏做馬蹄做。可能還是講有慣很多嘛，特別為了注意啲啊。人家就想嗰啲來做，應該做得。哇，真是咧，冇想到咁樣，一種下去哦，是先講嘅韓國了解奶粉啊，也係講應講土地中南嘅了解問題。全部是改結體起嚟咯，人哋看到咪當正，係哦，從一體美化也錯啦，明係呢美化明係自處嘅想法，
好，也染地图啊，其实係咪還有當多豐富嘅了解生態啦，吼，就像講飯台哥啊，吼，頭先你看到安多嘅方面地方都，也生態真緊係當豐富，然後你就機會安啲哦，就過來讓大家來講到啲生態嘅部分。底下咧，我哋問下呢，吼，安啲次嘅了解無花果食起來嘅味水，因為我食過了解棗嘅。西棗嗰種嘅吼，西棗係要食到哎呦鹹鹹啦，吼，咁講甜甜啊樣，即係叫做就係從因啲一般嘅了解鹹酸甜嘅了解感覺，吼，然後啲次嘅無花果就從你頭先講到，有甜甜嘅味水。你係冇人選熟嘅，比如講7分8分選熟嚇，食到咧無花果要特別嘅，一種味道，特別嘅香啊。無花果佢有一隻特別嘅香味，吼，韓國有隻甜味。韓語講當選熟，係，佢當甜咯，一選熟就是一條，佢第二度啊，相反下，係超長面係湯椒、糖漿，啱同樣當甜，但是你一個甜啊，有的人比如糖尿病，佢講係食唔得，但是我有個人客咧，佢長期甜。用啲湯油嘅，呢個你用兩個料用當好啊，所以嘅食料啦，水果嘅甜，可能係種嘅甜，可能是冇麻強咯，也我提供是本大家做得參考啦。係，你自家嗬種到呢一下啦，嗬，你自家按樣食啦，嗬，當然你係每一三年嘅體質冇麻強弱啦，嗬，你自家食了過後，你吃到啲按當然咯，有麻特別嘅呀身體係人性講，有麻特別嘅一個感覺冇？總而言之啦，嚇，個東西食咧身體會健康。會健康，因為佢啲內都有當到嘅一個營養成分。是基本嘢我一咧初大家看到，我已經70多歲。70多歲，可能大哥冇講，大家咪睇唔出來嗬。大家睇唔出啦。係。反講至於講喺身體方面始終冇乜平衡。啊，喺我唯一我以為咪，會初煎。條件，係，可能喺條體質上係切鈣，切鈣，應該係鈣質唔啦，是啱嘅啦，啊，咁喺做無花果以後啦，佢食到下多以後，係，佢，我呢自家本身了解我個條件嘅，你問題是冇咧，啲鈣質補充要難，所以無花果啲擺度係咪要了解鈣質？既然會，切鈣嘅人下袂少，要見。喺無花果嘅，啲含鈣量，切水果當中佢係最高嘅。最高嘅，哇！啲水果個嘅葉將會有含鈣質。含氧氣係，所以呢個一個鈣質就當到，還有哪啲營養成分？所以維他命啊，係，佢係高氧咧。高氧咧。啊，你話氨基酸，佢有嘛有食過了，係啊，有乜微量元素，含氧氣，所以了解你講到啲營養成分哦，上來有哪啲咧，還有哪啲豐富營養成分，向親朋友做啲人講啲下，我查資料當豐富，做啲上網去查下，冇就係來即係講簽了解講，攏改創了都其實咪問得到啦，嗬，喺講下上樣路一定發睇查應該就全部查得到，你一講睇啲營養成分喺上嗬，有其他嘅，講果汁輕輕顯示。好，細細也是做得出嚟，嗬。顯示就得好快樂是做得出嚟，P I 麥聽也熟聽麼？係渠道嗌嘅嗬，前頭已經我家人做出。用家人是做得出嚟，好，是有風，嗬，家人是做得出嚟，好，你係提講，輕輕嘅果汁，直接有藥量啦，有藥量。是講今日長你愛哪裡講麼？長啲芒種成熟，哈，芒熟。你可能小太大歲，係，你係現象啊，2年就聽緊經典，係經典，嗰年食到對身體唔會有壞處啊，係，我哋係有好處啊，嚇，但是咧，我已感覺啊，長人食到唔好就冇食，會惹人啊，所以冇時間顛倒過來食，所以。大家係有機會講食啱嘅，感覺嗰無花果都冇食啦，會惹人啊，嗰陣時食嘅
容量嘛，俺也当新秀，挂年头全部安是的。哦，有收的挂年头全部贵长官这做的是。佢拍摄的能力为变成嘅形象，形象幸福，到最后叫变成形象。好，Andy 剩到3分鐘咧，我想我夾夾過來講下，還有哪道嘅料理方式，除咗按用落食之外，一般人全部賣先，次按用食，是啦，很個係煮東西啊，跟不管煮菜、煮湯，係。全撈得啦，做啲因為煮湯啊、燜麻湯用到下去啊樣子，唔是加一種添粉呀？哎呀，佢添冇同樣哦，食到是啲哦，當好食，當好食。所以啲鄉親朋友啊，後面做啲老了解五花鍋，買咗去過後嗬，輕食吼，當然就自用動好。假使做得啊嗬，啲還做得來反面了解一種新嘅料理啦，嗬。你有想過啲講偷講啊，細細有試過啲五花鍋啊，或者洗澡誒，你而家有洗澡嘅嗎？你目前還是冇啦。目前冇洗澡嘅，我次買是唔來，是冇排排去洗澡咧。安啲啊，目前係講市面上有買嘅，係，可能佢全部係進口嘅啦。進口嘅好多。進口嘅啦，係。好，過來呢，啲鄉親朋友可能糖你燒解到了下，怎麼當上我啲講哦，你了解五花鍋吼，那片賣得到啊？全部我來請你哋會賣。啊不啦，個體係有人種啦，問題是冇多點啦。我哋下數量真經好少的喎。咱可以講啦，愛食五花鍋嘅人，係，都點嚟來會簽。係，我感覺哈，愛食嘅人唔定嚟會簽，有固定一些人。所以你嘅人行來讓賣嘅人哦，記得賣過，當然他咪個轉來讓賣嘛。啊會。會啊，哇，真見嚟咧！因為基本還會介紹出去。表示咧講人報人嘅方式，係用傳開來點都未動腳咧。啊，我哋炒飯咧就講係要出片。佢平時冇我原來賣要冇東西好賣嘅咧。我嘅銷售管道上咧。還蠻有完全很上軌道啦，所以我天天都來啦，嗬，天天都來做。好，一講到啊，叫會按樣老太哥來打發咯，真正當歡喜呢，咪當見太哥按樣戇去做嘅實驗進行。當然啦，嗬，咪希望當餃子做得食到，了解冇強壯嘅，了解一個加工嘅有機五花鍋，嗬，堂體基本嘅分享，大家對咧好食又自用嘅千葉新鍋五花鍋，要下清楚到啊，要下了解到啊，麼係講啊，我想看啊，我識看啊。我自家攞啲飯題過來聯絡嚟，嗬，好，人哋每當節目飯題過來分享到很好嘅經驗，希望你。好，我希望各位電視機面前嘅觀眾朋友哈，鄉親係有時間落嚟將我聊，將我大家好，希望提高，希望提高。這個是五花鍋。好，希望提高咯，嗬，我哋到了位，聊下，家下記得咯，聽日呢認同先生強下來，好好認同。